神正在召喚每個人以前所未見的方式來服侍他，熱忱的投入於他的事工，這也是我們保持對神火熱的方式，保持內心對神的火熱的方式。我曾經分享過，我的工作就是要保持火熱，我的工作就是保持堅強，即使當我感到虛弱，即使魔鬼惡毒的攻擊，以至於我痛苦哭泣，即使我因為太痛苦而哀嚎，但神叫我總要剛強，總是保持心中的熱情。神所給我的恩典，讓我保持剛強及火熱的方法，就是讓我投入於神的事工。你所擁有的火是為神的子民準備的，所以當你正確地使用神給的火時，當你想到這火不是只為我自己，例如你們所有人都分享見證一樣，這非常重要。這就是你裡面的火如何能增長，因你善用神給你的東西。當你感到對耶穌無比火熱，興奮的想要與人分享你的見證，這種熱情就像撒瑪利亞婦人一樣，想與每個人分享神為你所做的一切。那就是你在善用神賜給你的東西，這將增加你裡面的火，你將會看到結果，你將親眼見到你所分享的見證改變了聽到的人，這會給你更多主的喜樂，看到神行更多的神蹟，看到更多神國降臨，這會更多的增加你的火熱，因你更多看到神的作為，看到恩膏在你身上流動。對我也是如此，當我在準備信息時，專注在神的話語時，神的話在我心中添加更多的火。當我編輯視頻，看見神醫治釋放了某個人，我一邊觀看剪輯視頻，一邊聽他們的見證，投入在做神的事工同時就被充滿了火熱。即使現在也是如此，當我回想到神如何在軟弱的時候加添我力量，回想到神的信實公義，甚至跟你們分享這信息時，我感到無比火熱。神的話語現在就在更多的充滿我，添加更多的火。哈利路亞！神呼召我們要保持這火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服侍神。服侍神就是做神的事工，讓自己前所未有地投入於神的事工。